咱的退休牧者杨水飘牧师来到中间。咱听到退休，改成足老，其实无呀。咱的杨牧师呢，伊有小可早几档退休的款，上帝予伊有一个新的福音事工咧进行以后伫即个嘉义里的宣教中心搁做一寡服侍退休了后，事实的杨牧师甲咱的台南中会嘛渊源真深差不多我会记得牧师伫差不多20年前，伫咱台南伫服侍的时阵，伊就是做咱台南中会的即个中会的总干事，意思是所有咧关怀规个台南地区的教会，伫中会事务所服侍一段时间，后来才去到伫屏东的东港教会，是真有历史真有历史的东港教会。到几年前才申请来退休。所以是人伊知影讲杨牧师呢，佫真少年服侍开力无事在任的所以特别来甲伊邀请。今仔日伫咱的即个主日本来是咱台南中会是后主日啦咱教会事工的影响所以有甲申请今仔日就开始所以呢，杨牧师特别受安排来到咱中间，甲咱分享主的话来报告台南新人院的状况咱。通过邀话，咱大家就得到真好的服侍伊真功夫，将伊家己所要讲的资料拢放伫咱的周报的内面。毋过咱会当斟酌来听，又通过音幕伫遐甲咱做分享，愿主的恩典甲咱大家三合地，咱用拍鼓声来欢迎杨牧师，多谢。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三合地地。祝福咱每一个人心心灵拢得到健康。愿主爱主甲咱三个地地，咱三个阿头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你的信息到万世代，是阮的囝儿会通进入主你的殿堂，这是阮的囝儿的福气。求爸上帝，搁一遍将你的信息、慈爱。怜悯以及你的救赎的恩典，搁一遍来赏赐阮每一个人，阮亲自摸着、经历着、体会着上帝你的疼，就伫阮的生命内面，伫引带阮，要互阮成做一个得胜的人生。求爸上帝祝福阮今仔日伫你的面前所听受主你的话。互阮领受你的话，也得到开力，就照安尼来做。祈祷感恩，靠耶稣的名，阿门。真感谢主，互我有机会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这嘛我头一遍伫咱福阳教会遮徛讲台，不过对于咱开设的开始，我就常常有机会伫福阳教会来出入。总是上帝恩典，互我这边的机会。若要讲起来，甲台南新人院的这个关系，算嘛我较幸运啦吼，因为我就是出世伫迄个新老病的急诊室的后壁迄个所在吼，即马变做前方街变做这个新老街的迄个所在安尼。所以对细汉的时就伫新老的医馆街迄个医馆。门水沟伫遐2寸2尺安尼，伫新人院迄阵公报社住伫边伫遐差不多细汉的童年拢伫新人院内底出入。因为我本身是读圣利国民学校所以迄个时阵若对即边要行过到圣利国民学校，爱经过足长的所在，阁有经过农地经过光华路中然后到伫迄个圣利国民学校所以迄个时阵的印象，即摆还真深。不过以前的沟和即摆的沟真正无相像，以前的沟是大沟，即摆是沟因为即摆人较大汉安尼总是迄个印象还真深，所以对新人院有特别的一份的即个感情。所以新人院在甲我讲的时阵，我讲。这无第二句话啦这就是一定要做的一定要做的新人院这个图咱可能嘛真熟，
总是较罕得通过即个画面来看。啊，这对咱台湾历史来讲，嘛是一个真好的历史的古迹吼。啊，这搁说入去，这是用画啊，这个画家嘛真用心，甲迄个画面画了真仔细吼，画了真仔细。啊，这有一张迄个烟花伫遐带。真正是迄个真水，互伊感觉讲，新南院若入去新南院的所在，会感受到迄款的烧热甲温暖，你会感受到。一般咱可能伫台南，伫这附近咧出入的人，无即款的感觉，吼。总是阮伫细汉的时，咱农村农入的时阵，会感觉讲，这是阮童年的回忆啦，吼。嘛是真水的一个景象安尼。这是余源一个画家伊家画。即个教授的迄个宿舍的后壁面的一个所在，有当时咱咧看讲，咱看甲画出来，有时是无啥相像。即个画出来了后是迄个感受就无共款吼，迄个感受就无共款。这就是台南城院佮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时，重新来去即个黄仲辉的即个图书馆吼，这是下地基伫起的迄个状况，即摆已经特别完成吼，已经特别完成。这个就是搁安尼下骹层搁再起来的迄个所在，互咱看去讲事实。现在教育伫台湾的即个所在，不管任何的教派，若讲到现在教育，绝对一定爱讲到台南新南院吼。所以早前伫阮的年代来讲起来，和阮做伙读册人，差不多各教派的迄个精英，拢伫台南新南院咧读安尼吼。所以甚至到目前嘛，还有迄个圣公会主教吼，还阁是台南新南院毕业的即个信仰的即个前辈安尼吼。所以台南新南院就是整个台湾的即个新学教育的一个上界基本的大本营吼。即摆要起即个图书馆，就是希望会通真做研究神学的人来伫即个台南新学院，就是伫台湾的即个神学的起点的所在来学习安尼吼。台南新学院有真侪真水的所在，这嘛是一个真水的所在。当然，即个所在嘛有经历过吼，有经历过。以后下边仔的所在嘛是以前的迄个旧的院长公馆吼，院长公馆。所以遮会当诚做一个真古色古香，搁一个要演唱音乐的演奏的一个真水的一个所在吼。这个咱头拄有看过，咱搁一遍来看。新南院的一个真重要的精神就是信仰。假使若毋是伫即个耶稣基督的信仰的内底，就无有人愿意为着台湾来牺牲，为着台湾的即个福音的事工来付出安尼。所以台南新南院即个下早时的礼拜，还是暗时的礼拜，也是即马有时阵会改变做迄个下课间的即个礼拜等等安尼吼，就是用信仰来带整个的即个神学，来带整个的即个台湾。因为信仰就是人的价值，迄个上介好的价值就是即个信仰的纯正安尼吼。这讲起来，伫旧年开始，也是台南新南院个另外一个新的坎站，有一个南新新南院的即个开始，正式对政府来立案，因为时势无共，的变化真大。以前咱宁愿无爱互日本人来做咱台南新南院的院长，咱宁愿关8冬的即个新南院，嘛无爱互政治来参插伫即个神学教育的即个中间安尼吼。总是时机咧变化真紧所以伫即几冬的中间，大家咧努力，希望台南新南院也通诚做政府所立案。所以对旧年9月新的今年的即个学生嘛，已经有咧招生吼，所以咱希望会通关心遮个，就是你欢喜，甲你的一生
对着巴克的博士迄款的奉献委身的精神，三甲来服侍即块咱所住的土地。这是即边的南神圣院的开幕的一个开始开始的一个礼拜。咱知影，咱所有的教会伫要做的即个事工开始就是一个礼拜开始，将一切带到伫上帝面前，互上帝名得着受高举得着荣光荣耀。所以祈祷诚做一个非常重要，礼拜诚做一个真重要。所以伫咱长老教会任何的会议，无论是小会、中级会、和会，咱叫做和会，就是和平的会议安尼吼，毋是要相拍的会议安尼。所以咱的用词，咱的做法，就是用上帝荣光做第一优先。所以咱伫主的面前来敬拜，来礼拜来开始。这就是现任的院长，伊本身人真谦和，讲起来讲话嘛真优秀，真细声，总是伊的讲道内容，也是伊所有的这作品，确实真有内涵的一个院长安尼吼。所以伫伊的任内来完成这个南神圣院的这个受立案的工作安尼。这就是迄礼拜了后，这个圣院以及甲总会议长因做伙翕一张相，咱看见迄个背景，犹原是礼拜堂。所以咱就自头至尾，伫咱的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人生的内底，就是用礼拜做咱一世人的一个服侍吼。这就是迄个。伫遐礼拜了后的一个隆重的即个相，当然了，真侪人无翕伫迄中间，不过有人翕伫即个中间嘛，通做真好的即个纪念。特别伫圣院的内底上界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礼拜堂内底即句，就是记载伫约翰福音段是我经恁，毋是恁经我，经我个通结一个果子，通互主收成。这诚做每一个进入圣院的人，伫遐离开的人，一世人在服侍上帝，到退休，甚至到目睭刻，就是用这个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精神。做一个基督徒嘛是同款，互上帝来拣选这是头一任的这个院长巴克勒伊的故事，咱真侪人拢捌听过。16岁就欢喜献身伫上帝。的面前这讲起来是无简单。像耶利米17岁就受上帝拣选来做先知一半样安尼这是英国宣教师来到伫台湾总是台湾的头一任的院长就是黄宗辉牧师。黄宗辉牧师伊本身是东港人，因为士大人是东港迄个王爷庙的即个。头人总是伊后来离开东港了后，开始有伊无共款的即个宗教信仰的即个追求。后来到伫英国所在去读册，倒转来，诚济台南圣院头一任的即个台湾人的即个院长。伊的理念就是讲，神学毋是铺伫半空中，神学就是脚踏实地。就是甲你即个现况三甲实存伫即个所在安尼这诚做世界的即个神学中间的一个真重要到目前还阁是真重要的一个潮流，就是神学信仰甲你实存的即个现况爱做伙安尼王院长伊做院长了后是，伊对即个学术嘛真重视。伊四过咧敲揣，即个对学术有研究的人，伊边仔徛即个是偌英雄长老，伊对教会史是非常重视，甚至伊所收集的即个内容的内底，真济就是即个个人的即个福音啦也是个人阅历，伊是安那来将台湾所有。特别长老教会的即个信徒，甲伊连串做伙人讲
天砍落来，厝砍落来，拢甲长老教会有关系安尼吼。嘛真希望伊会通伫即个图书馆去了后，会通倒转来伫台南圣乐院来关伫即个教会历史的中间来做帮站吼。这是王院长去到伫英国的所在，就甲迄个所在的图书馆有真大的联系，甲学校有真大的联系。希望伫迄个中间会通追求台南圣乐院甲世界第一流的即个圣乐院有真好的即个合作甲交流安尼。佮倒转来伫即个台南圣乐院的即个制作的内底，伫礼拜堂的边仔即马有做一张即款的物件，这就是分而不会的一个象征。这是一个原住民伊所做的即个的物件。通过安尼，通看见讲咱住伫即个台湾的所在，若像联合国共款，有足侪无共款的族群。咱做伙咧起造台湾即个所在，新学嘛无分种族，新学伫即个中间，伫各种族的中间，拢会通透过无共款的种族、无共款的文化，来见证耶稣基督的即个信息吼。这就是迄阵的董事长吼，将伊本身是一个企业家，伊本身也是台南圣乐院信道神学系我做系主任的时，伫遐毕业的一个校友吼，伫遐做董事长的时阵嘛，真关心即台南圣乐院来捐献吼。这是院长伊安尼穿了真生活的即个服装，互人看伊讲台南圣乐院伫庆祝每一个阶段纪念即个时阵，毋通袂记即个台南圣乐院的即个精神吼，即个精神就是要安怎来。归荣光上帝有台湾也爱有耶稣，即款的精神吼。咱今仔日所读的即个圣经咱就是看到伫上帝恩典伫以色列百姓的即个历史的内面真大的作为。所以今仔日是咱教会史内底真重要的大灾节，是过活节前的即个40天。扣掉即个礼拜日，有40天叫做大斋节。这大斋节本身是用紫色来做象征，紫色有一种的忏悔、认罪的即款的意义伫迄内底。今年的大斋节第一主日，本身就是拜三，做是咱家想起来，迄日拄啊就是情人节。我相信迄日有真侪。这个人嘛出去咧庆祝这情人节吼，这大斋节的头一天安尼，大斋节头一天。总是大斋节伊上重要，是要互人搁一遍来思考，要怎样甲上帝这个关系搁较亲密。伫这款的精神的下面有3项，头一项就是用祈祷来开始。一个基督徒的这个人生，你要得胜的人生，同款，你就是爱有甲上帝这个关系开始安尼吼，用祈祷读圣经，默想上帝话，然后注意来听。祈祷毋是你讲偌济话，祈祷就是你会当听，到底你读的圣经对你讲什么款的话，你对上帝要领受什么款的这个信息，要怎样伫你的生活中间来做见证吼。第二就是爱禁食，迄个意思就是照你身体的即个状况来做禁食的即个时段安尼吼。即个禁食就是目的，咱搁一遍来回想主耶稣基督伊的一生到最后，伊就是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母第3日对世人中搁活到伊搁活，这诚做一个上界重要的一个阶段安尼吼。第三就是咱得到这款的信仰了后的时，咱来想讲，我伫这大斋节，是毋是我有在关心我的厝边隔壁，还是讲我的弱势团体，伫这个辛苦病痛的人，还是需要的人，我真正去甲伊关心，还是去甲伊关怀这项事。其实甲咱的厝边隔壁斗阵吼，毋是讲你一个做人的厝边，人一个做你的厝边，就一定甲你有甚物款的这个联络。
我退休了后，转去住屏东。因为从结婚了后，就拢出外去服侍伫无共款的教会，所以即摆倒转来是30几年后的代志啊！遐个囡仔拢变大人、变老人啊！厝边隔壁真侪拢无熟悉啊！去的时，我门开起来，看拄着人的时，就共打招呼，讲高早。你想，你共讲高早，人会甲讲高早吗？连甩都不甩哦！你得一遍、2遍、3遍，拢甲伊请安，请安到到尾的时，伊嘛甲你讲高早安尼吼，有当时咱一出去，着伊门开起来吼，大人看到咱叫囡仔着赶紧入去安尼，像这吼，这青云面的，毋知对对来安尼吼。总是迄是阮的老家，牧师娘因的老家，老家归老家吼，嘛是青云啦。你着爱一段时间甲人的斗阵，人才要甲你讲你是我的厝边安尼吼。所以咱对咱的厝边开始去关心人，这是传福音的一个真重要的一个阶段，关心实践。所以咱伫一生的中间做一个基督徒，咱要达到伫咱会当迄个得胜的这人生，迄个目标的时阵，咱来知影讲迄个过程。就亲像即个大灾节共款，对基督开始伫这中间，你的信仰生活来伫你的人生的这个过程，袂使甲你的信仰生活安尼隔断安尼吼。到最后，你真正会通感受到耶稣基督搁活活命伫你的生命内面来活，安尼。互你的生命甲耶稣基督的生命，搁我的生命连结了后，你才发现你的人生是一个得胜的这个人生。这得胜的人生，毋是讲你大赚钱、好嘢、有才调有地位、有名声，毋是，就是你的心内真正有平安，你的心内真正有喜乐。你看到人面会笑笑，真欢喜。看到人的时，就甲伊祝福。伫你的边仔的人，有熟悉无熟悉，你拢甲伊当作讲，迄就是我要引出来伊信主的对象，就替伊祈祷，甲伊祝福。哇，这就是无简单安尼吼。我虽然是退休吼，即摆退休了后，无伫教会咧牧会。虽然我逐礼拜差不多拢有伫教会咧服侍啦吼，总是无伫教会较固定伫迄个所在来牧会。总是接触的人，真侪拢是未信者。你看到迄个人，你着爱甲伊祝福你甲伊呵乐甲伊有机会一句两句嘛，甲伊讲耶稣嘛无要紧甲伊讲平安祝福你安尼，这就是迄个机会，所以咱通过安尼掠条迄个得胜的这人生的目标这是上要紧安尼。咱看见以色列百姓因要出埃及，因出埃及的这个过程虽然上帝有甲伊应允上帝有甲伊应允，恁要进入这个迦南地，总是因犹原是有足侪条件，因对迄个迦南地出来来到伫这个耶路撒冷，等于讲因对故乡来到来到迄个埃及，伫遐400年久的这个所在来伫遐来做奴隶，即马出来要爱倒转去。迦南地就是回家，回家安尼迄个过程就亲像安尼伫西奈山伫遐甲上帝契约，到伫加底斯到旷野到摩押的边缘，去进入即个迦南地。本来因行迄个路是11天就会行会完啦，因对埃及出来11天就会当进入迦南地啦。总是真可惜，因伫咧中间无信任上帝，所以因着爱行40天安尼所以伫这中间，咱看见这是互咱做一个思考的这个空间安尼伫这个以色列百姓因经过这个40年的中间所拄着的真济，无是红海，无是玛纳的苦水，也是以琳12个的水泉，有好有歹。有时阵有通食，有时阵就枵，有时阵玛纳逐所在都有，这盐吞4过样样杯。有时阵因领受10条诫，有时阵因着爱战争，
有时阵伊嘛有真济即个背逆啊，真济的时阵，伊来停顿的迄个所在啊，无数即失败，无数即死亡，然后因搁再重生，搁再前进，最后进入即个迦南地。啊，这亲像咱人的即一生共款安尼吼，一生共款啊。通过安尼，咱看见讲，以色列百姓因一生的中间，有时阵因欢喜快乐、吟诗学乐上帝；有时阵因着去跑跑念啊，甚至伫带因出埃及的即个摩西吼，首当其冲安尼。啊，红梅大声，甚至红要点石头、点大声安尼。有时阵信心满满、勇敢前进；啊，有时阵感觉足失败，啊，感觉失望、绝望的即款的情景安尼吼。啊，就表示咱人生有足济的即不如意的即状况安尼吼。总是究竟咱嘛是爱向前来前进，因为若要前进，若要到进入迦南地，无算数。所以，咱基督徒对天来倒转去天灵，若无倒去到伫天灵，若无倒转到伫上帝国迄个所在，无算数。即个过程，咱就是爱继续来前进。总是咱学习即个约书亚甲迦勒，甲新的一代的以色列百姓，因真正到最后有进入迦南地。咱每一个基督徒伫咱一生的中间，嘛是共款，咱到最后嘛是爱进入。耶和华上帝为着咱备办的即个所在安尼，啊，所以通过安尼，咱来看见有几项代志。虽然耶和华上帝有应允的咯，即个恁会通进入即个迦南地，恁会通入去，应允归应允啦，总是条件是归条件的吼。啊，头一项咱会看伊讲，虽然以色列百姓有足侪失败，总是耶和华上帝要呼应的就是较赢过去失败经验。咱常常讲看见叫蛇惊着吼，啊一边看着蛇，啊以后看着草蛇嘛会惊呢。以色列百姓嘛是安尼，因即马来到要进入迦南地时，因共款即边所碰到的人，甲古早所碰到的人是共款，拢迦南人，而且以色列百姓捌伫因的手失败过，啊这失败过的经验是足无好，互人知影讲这失败。有可能佮碰到遐个代志时，你甲惊着死啊！讲惊袂着一顶，啊真正就是袂着一顶安尼吼。啊，所以以色列百姓虽然是行即个商业大道，吼，即条路是探子之路，即条路是逐个人拢咧行的大路，光明正大是光明正大啦，条件永远是存在安尼吼。所以咱看见讲以色列百姓共款会拄着互人攻击，甚至互人掠。所以伫即款情景的下面吼。以色列百姓，因伫迄款状况的下面，因知影，因所需要就是重新对上帝来得到一个更较大的即个亏难。因爱掠条上帝应允，就是讲恁将来要进入迦南地，就是恁要对失败的中间，对失望的中间，挫折的中间爬起来，来行往迄个正确。得胜的即个未来安尼，第二项真要紧，就是爱先甲上帝亲近，甲上帝对话，就是祈祷。以色列百姓因信心起来了后，有当时也变做自信，自信就是家己认为足了不起啊，这毋是信心，信心是对上帝来，所以伊甲上帝结连就是非常重要。所以21章第2节讲，因就对上帝来许愿，讲阮来人进入迦南地吼，阮甲人相争啊赢，阮就将一切拢献互你，吼所以咱来看伊讲，以色列百姓要进入迦南地，毋是因咬因知调有本事，毋是申命记第9章第4节第5节就是安尼咧写。讲毋是恁才调，毋是恁本事，是因为即个迦南人因的罪恶满盈，罪贯满盈所以恁本身毋是恁的功德，毋是恁有才调，是上帝应允，要互恁。所以咱看见，这是上帝应允亚伯拉罕，伊就照安尼来完成这个真重要的这个应允祝福。在以色列百姓安尼吼所以甲上帝即个关系的亲密就非常重要。
以色列百姓因一个真重要的精神，就是因火挑分挑，本来是隔伫因甲埃及人的这中间，即摆埃及已经离开因去啊，火挑分挑无离开因，日时有分挑，暝时有火挑来伫引带因，来伫引带因。火挑分挑，若浮起来，因就起停；若无，因就安营伫迄个所在。所以，通讲因就是爱听上帝的命令。你甲上帝愈亲近，你才听清楚上帝要甲你讲什么。你的心若乱，永远无法度人听到。莫讲听上帝的声啦，就是恁太太的声你嘛听无，恁先生的声嘛听无，恁爸爸妈妈的声你嘛听无，囡仔的声你嘛听无。因为你的心若乱，这一切拢免讲。所以，当你甲上帝那亲近的时，你就发现，上帝的话你就听真清楚。所以，掠条得胜人生的这目标的这个方法，就是祈祷，随时随地保持听上帝的声。当然有一句话讲，毋通假傲啦，毋通假傲，就是愈谦卑伫主的面前安尼吼。第三项真要紧，就是讲对上帝要有完全的信心。对人对家己叫做自信，家己自信满满串自信满满的拢不是跋跋倒的一大堆。就是信心，就是对上帝领受上帝要甲你讲的，所以上帝甲你讲个啥货？讲将迦南人要交伫因的手。对上帝信心，对人才有可能信心。以色列百姓过去就是对上帝无信心，所以伊嘛是对这个带因出埃及的这个领袖摩西就无信心。所以拜完上帝就先摩西先听到互牵着头，无牵着上帝，拢牵着摩西安尼吼。所以咱看见完全的信任上帝，这是一个足无简单的代志。我会记得阮的囡仔细汉的时，阮迄阵我住伫迄个永乐教会，伫遐咧牧会。头边仔住伫前国民学校，有一日阮即个迄个查某囝转来甲我叫，讲妹妹吼，妹妹吊伫迄个单杆吼，直抽去上悬的所在，伊也摸袂着，转来甲我叫，讲爸爸，较紧诶，我就对伊撞去安尼。甲囡仔讲，你跳落来，囡仔就手放，就跳落来。伊是安怎要跳落来？因为爸爸手甲伊摊掉咧。所以完全的信心就是你怎样将你家己人生放伫上帝手，你就是上帝手中的掌上明珠。上帝无可能甲伊拍家牢。所以以色列百姓因这款的信心，因来做。所以希伯来人书咧讲信就是所仰望的事的实在你肯定迄项代志的发生，迄信心就表示讲你这项代志已经完成啊。所以你就爱伫主面前感谢甲学乐安尼吼。所以你若要，互你的得胜的人生达到伫迄个目的，就是爱相信上帝，因为上帝对天甲你带来即个所地面上，互你安尼路走，有时阵你嘛无要听，像今仔有当时无要听安尼吼，共款，有时阵就搁倒转来爸母的身躯边安尼，所以相信上帝的引带。我常常用一个例来讲，我甲阮的囡仔讲吼，你若出外去台北话去倒位吼，你电话敲转来，阮搁电话搁敲去迄边的朋友遐吼，这亲戚拍去甲嘛冷去安尼吼，所以你直接按电拍去上帝遐吼，甲上帝祈祷安尼，上帝就安排人去甲你帮忙，真正就是安尼。所以你怎样将你的人生相信你的人生伫上帝这个手中安尼？第四项就将一切荣光归予上帝，毋是咱得到咱就感谢而乐，安尼就够遐。就是像以色列百姓讲，上帝你若互阮得胜，一切拢是你的，毋是阮的，拢是你的，一切荣光归上帝这嘛是长老教会迄个精神就是无条件来奉献了上帝安尼，无条件来奉献了上帝。
阮住的所在是阮丈人留落来的所在。阮隔壁拄是米家教会，米家教会迄个地，甲迄个后壁的町斗，拢是阮丈人奉献的吼，奉献的。阮丈人伊要奉献的是，伊甲阮这事实讲啥物话？讲这是上帝的土地啦，上帝借咱用的啦，上帝借咱用的。上帝借咱用伫即个所在住伫即个所在吼，栽培恁这囝儿吼，拢大汉啊，所以即话上帝需要用啊，上帝需要用所以像安尼全部献互迄个米家教会所以分有2期吼，头一期是去礼拜堂，去了后时，伊咧要过身以前，佮将所有的土地拢献互米家教会，一切荣光归于上帝，上帝。毋通1500年，你千万都毋通甲上帝偷摕迄个荣光安尼吼。所以咱看见以色列百姓到最后，因真清楚，因的德性毋是因家己搞，毋是因家己栽掉，也无条件来奉献互上帝安尼吼。一切将荣光归于上帝。你若安尼做，上帝嘛要百倍千倍来回报你安尼。所以要得胜的人生，你条条一项就是将一切荣光归于上帝，一切荣光归于上帝。那安尼，我相信你的人生已经达到伫迄个得胜，搁再得胜的即个人生。结尾来讲要安怎伫你的生活来落实？透早起床就问主讲今仔日你有啥物安排？毋是讲主我今仔有啥物安排？咱常常安尼啦吼，去业家嘛安尼。我今仔日目睭天开了，讲我今仔有啥物安排？大概我目睭天开了时，我会做即款的祈祷。我讲，主耶稣今仔日你安排我的课程是安怎？我今仔日的行程是什么样？这真要紧，互主来安排。虽然你是一个事业家，你是一个企业家，你是一个老师，你是一个老板，无要紧，总是你嘛甲主讲，主啊。今仔日的课程你安排。第二，拄着挫折的时，请你请主耶稣重新赏赐你信心、勇气来面对困难、解决问题。毋是你熬会解决问题，是主会替你解决问题。第三，暗时要困的时，将一切荣光奉献予主。感谢主，今仔日平安过去好个在今仔日吼。拄着任何的代志了后时，我还阁有通倒伫眠床困安尼吼。有当时落眠床骹了后时，以后嘛无可能阁爬上迄张眠床嘛，无一定安尼。所以将一切荣光归于上帝咱一切用感恩的心来休困，迄下昏你一定就好困安尼吼。检查咱会通伫咱的小组内底来做分享的，就是有足侪阻碍你个人、家庭、工作、人际关系这因素到底有啥物？你想看觅，阻止你的是啥物？你上惊啥？上惊若无先退起来吼，不是拄着迄样代志，你就倒落去所以分享这了后的时阵，第二就是讲，你将你的德性你荣耀归于主的时，你有啥物款的经验来分享给大家。我相信咱的人生就要成做一个德性的人生。咱三个额头来祈祷。主感谢你，予阮机会通过你的话三个思考。主你的话，加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阮每一个人拢是你恩典的下面来生存。阮相信，阮的人生就是德性的人生。阮的人生是上帝所祝福的人生。阮要对主来完全的相信、倚靠。愿主赐福阮每一个人。祈祷感恩，靠耶稣的名，阿门。咱是感谢梁牧师用主的话来勉励咱，也详细伫即个报告的中间来，互咱知影台南新人院伊的创设甲伊现在的需要。台南新人院伫今年有一个大变化，已经142年吼，已经正式教育部来立案，意思是进前的这个学生毕业吼。伫台湾的教育系统是无接纳外国有，咱台湾无，所以有人。